新竹内湾火车复驶，天公不作美，受邀表演的花鼓队照常准备。习惯了啦，对啦，没有常不是这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子的，大的小的我们也去过啊。主女中的林兆发一脸自在，顶着大雨在帐篷底下，团员变装打扮，慢慢看出独特点。男人们涂粉、穿裙、戴假发都要反串。女人啊，我脸会红了，男人的脸比较厚了。这是戏谑的说法，其实反串有历史渊源。庆祝台湾光复游行成立的新瓦屋花鼓队，拿花伞、打花鼓、走花步。当时客家女性得在家相夫教子，只有男性表演。又可以自娱，又可以娱人，二来又可以传承我们的文化，客家文化。这已经有60几年，比我还老。自发性组成的民间表演团体，60年来哪里有舞台哪里去，所以即使大雨粉墨登场，没一点埋怨。我们看到今天天气很冷了，对他们来说是折腾蛮久在户外，对不对？请注意等会。今天冻浪哦，他要做加点上。这个海陆说今天很冷，要多加一件衣服。请注意等会，我要做加点上。上台前突然又有棘手的难题，临时被告知舞台缩一半。人家这舞台就这么小个，他们这么小个，我们30个人要挤到那个舞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要想办法。人员怎么进场，大鼓怎么放，全部紧急调整。包括整个节目，整个都有问题啊。几分钟之后，正式演出有惊无险，不负期待，全台唯一独特的客家花鼓队。特别环境上岸演出，这些花鼓队能一路走来40多年，却因为保留传统，还有应变的活力和能力。今日董汉愛作家調審，今日董漢愛作家調審。